票选做台湾10大灯会之一的普济灯会再度迈出国门，找到400趴高压灯，原汁原味来到日本仙台市展出。地点是311大地洞的洞仔区。ランタンがついてから6時に点灯するんですけど、本来ここって泊まってはいけない地域なので、なかなか夜になると人が来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る意味施設として課題だったんですね。でも今はランタンのおかげでたくさん人が来て、すごいやっぱ一回が違うっていうのにみんな驚かれて楽しんでいかれています。一拍一拍的高压灯象征着热情，嘛带来希望甲祝福，延续台南甲仙台之间的情谊，美伫灾后共同渡过难关。来仙台伫咧平安啦。今日は仙台に来て。有熟悉的台语含日本话，7岁台湾节受到袂少日本人的喜爱。台南市文化局特别准备布袋戏表演，唔但有互动操作戏红仔，嘛演出一出以着仙台市为主题的布袋戏剧情，象征着说咱仙台甲台南嘛，这种类似咱姐妹啊、咱兄弟啊共款啦，会当共同共心来替这个311地震后的这个重建呢尽一份心力。普济灯会其实就是长自在地，而且是在地人参与的。其实所有的人他才有真正的参与感，那也才会让这一个活动，或者说甚至我们觉得它已经变成一种行动。那希望期待它以后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运动？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能。这个活动不是只有一次性的，然后他们希望是说，可以长期交流，然后他们当地的这个团队也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再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普济文史协会一直以着当代手法振兴在地传统文化，这摆嘛炸着200趴彩绘高压灯，互当地民众体验。未来跟仙台之间嘛会密切交流。今年是台南400，文化局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实践斗阵台南世界交杯的精神。台南新闻综合报道。